有時候太多嘅說話擠壓咗聆聽嘅空間，有時候太多嘅動作會令你失去咗安靜嘅能力。喺日間，你穿越重重嘅人群，接收四方八面嘅聲音；嚟到夜晚，唔好再執着過去嘅遺憾，亦都唔好預知未來嘅憂愁。用音符代替動作，用歌詞代替說話。我係鄭子誠，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樂情人。不過今晚音樂情人情人序曲變奏夜，除咗我之外，仲有佢。